咁現場呢，就係位處於保守黨黨魁博勵治嘅選情之夜啦，咁就係位處於渥太華市中心 Rogers Centre 㗎。其實呢個活動正式開始時間呢，就會喺晚上9點鐘，所以博勵治其實就並未正式進場。咁但係我哋喺現場所見呢，其實已經有100位支持者喺度㗎啦。咁現場所播放嘅呢，就係 Canada Vote 嘅一個民調情況啦。咁唔少支持者呢，其實不時都會傳出歡呼聲，同埋着上支持博勵治嘅衣服嘅，咁就寫有 Canada First 咁樣，而背後就寫住有支持佢成為總理嘅一個口號咁樣嘅。咁我哋亦都同部分支持者傾過點解佢哋要支持博勵治，咁就話係因為覺得博勵治嘅政策相比起卡尼踏實啦，亦都有部分支持者就認為唔想再由自由黨執政。有部分支持者就認為唔想再由自由黨執政，咁所以佢哋就認為係應該由保守黨上場㗎。咁我嘅現場報道住咁多，而家最新嘅情況再交翻俾 A1 新聞部。